疫情期间，伫新竹县有真侪路边的旧衫回收箱，拢为着安全暂时封起来。想袂到有的所在有开放，偏偏这内面的旧衫裤却是规个满出来，边仔的涂骹也是蹲到满四界，造成附近民众困扰。真侪民众会甲未过清掉的衫裤落入去路边的旧衫回收箱。最近因为疫情，为着安全，大部分的旧衫回收箱外口拢打出告示，暂时停止回收。不过，为着帮助弱势团体，有开放一部分箱仔做回收，不过数量伤少，所以影响到住附近的民众。它会很常爆满吗？哦，还蛮长的，去年也是啊，都这样子了，都满出来了。对呀。出发点也是帮助这些贫困的人，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你这样一个礼拜来，然后这样那边堆满一大堆，然后衣服又下了雨湿了，到时候要去烘，就人力也会开始变不足啊。回收的团体表示，疫情期间负责人员实在有限，确实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定定去做回收。因为疫情影响，然后就没有办法说像过往那么样的频繁去处理这一块。对，然后呢，就会造成说有些地方他们的衣服堆积过多，怎么样？然后是想说，也是呼吁大家说，就可以也是分流啦，不需要说一口气把全部衣服都放到那里去这样。因为我也是有发现说，有些地方的确是真的是满的，然后呢，如果要找人家来处理的话，可能也要几天啊。头回讲，目前是一礼拜会去回收箱做一摆回收的动作，希望民众若是看到回收箱满，会使去找附近的箱仔放，才袂影响环境。记者赵君和新竹报道。